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新闻头起先来看Trump关税政策是反起反倒。Trump 这阵宣布要针对进口车的部分要暂时免扣税，或者厂商有时间刷来美国设厂。虽然 Trump 讲家己是真明理的人，政策会当有春秋，不过照伊话变就变的个性，这车厂要甲生产线刷去美国，就要几若年。但 Trump 讲愿意等偌久，目前是真歹讲。另外 ，Trump 一直认为美国对外国进口药啊和半导体会危害国家安全，所以进行国安调查。这调查结果用卡头乌想嘛知，理所当然就是要加扣税，目的就是要逼这寡业者去美国开厂制造。Trump 关税政策扩大贸易战，大声就是冲击美国消费者。尤其美国药啊市价本来就是全球上贵的，若要搁起，一定会引起争议。有苹果的 iPhone 有8/7拢是伫咧中国生产，未来若准起价，绝对会冲击全球市场。伫会见萨瓦多总统的时，美国总统川普又搁为加扣新关税铺路。伊讲到，按算伫无偌久了后，就会对进口药品扣关税。We don't make our own drugs, our own pharmaceuticals. We don't make our own drugs anymore. The drug companies are in Ireland and they're in lots of other places, China. And all I have to do is impose a tariff. 川普当期主张讲，对外依赖半导体甲药品的生产已经致使国安风险，并且声称关税措施是对美国本土制造业的进作有帮助。伊表示，这礼拜内会宣布半导体税率，并且讲到半导体产业内有一寡企业会有春秋。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公告，针对半导体调查包含的范围是非常宽。唔但包含应用伫人工智慧的先进晶片，也包含传统的晶片，含所有相关的制造设备，佮有包含一寡元件的电子产品。若是实施关税，可能冲击到每一年向美国出口数十亿美金的晶片佮相关产品的全球供应商。外界是警告讲，新一波的关税恐惊冲击到全球供应链。现在伫进口汽车佮零件的关税方面，川普表示，当咧寻求暂时唔扣这方面的关税，互汽车业者有搁较侪时间会当伫美国设厂。美国的股票伫10时是收悬，不过川普关税政策反起反倒，为市场是带下真侪变数。北京的经济官员跳出来讲，爱大家甲眼光放互远。The dereg is really good for companies. It cuts like all this regulatory high red tape that they have to spend money on and so on. And so I don't see how the long run, a year from now, the policies that we're looking at are viewed as anything other than a big positive for equity markets. 面对中美贸易战升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东南亚，头一站伫越南，伫咧和越共的总书记会谈的时，习近平表示，中国甲越南爱加强战略的定力，共同反对高一平的霸凌行为。两人阁共同见证双方签署的45份双边合作的协议介绍。原来泰国甲印尼分别互美国扣36%甲32%的对等关税。最近亚洲团去美国展开谈判，泰国可能的方案之一包含大减少泰国对美国有460亿的美金这济贸易顺差。印尼是计划提出讲大增加美国进口产品甲投资方案，争取避免互美国来扣高关税。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美国加州圣地亚哥伫当地时间14早起地区翻身，发生规模5.2的地震，这深度干那13公里，连200公里外洛杉矶嘛咧摇，加在是无传出伤亡。房间一直涌海，狗仔紧张甲世界状。美国加州圣地亚哥伫当地时间14早起约近10点，发生规模5.2的地震。这届震源敢若差不多13公里，小有近1000层的地震，为圣地亚哥一直到将近200公里外的洛杉矶拢有感觉。有商店的工作人员表示，地震迄当时伊拄好起变数，早逃过一劫，无去互店内物件击着。冷静落来，才发现店内的干仔管仔拢已经碎规涂骹。It was like the perfect timing, so to say, because like all the bottles fell to where I normally sit and enjoy breakfast and everything. But it was like 2 minutes. I went to go hit the restroom and whatnot, you know, and like instantaneously, like just the aggressive shaking, and I started hearing all like the popping of the bottles hitting the ground. And 真侪居民表示，回想当时的状况也心惊惊。We were together walking out of my house. And we felt the whole house start to shake, and we ran into the driveway because the house was shaking so bad we didn't know if it would be safe even in the doorway.
当然，圣地亚哥动物园的大象嘛，感受到大力有害。地震发生迄当时，因随围作一连，面向外，甲细只象集中伫中央。专家表示，大象是高智商、规定大的动物，这种行为本来是防止外来敌人伤害细只象，卖伫族群有危险的时阵出现。警方表示，目前无收到任何房屋结构损坏，也是伤亡有关的通报。不过，专家警告，即届地震发生位置附近有大型断层系统，伫上海情况下，也可能透过断层传导，伫人较密的洛杉矶造成更加严重的地震。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最近，咱台湾连续爆出中国间谍案，就连宪兵队嘛有3个士官涉案，因拿漏摄国防机密，搁伫咧军队营区的中国国旗，穿军衫拍影片向中国投降。另外，搁有海军飞弹快艇部队3个官兵，甲总统府级的宪兵，嘛去互中国吸收，目前拢已经判刑。你已进入我火力范围，我要求你调转航向，立即离开，否则后果自负。共军透过公布呛声，不过咱空军展现冷静的态度。军事专业记录到共军15早起10点外，伫金门周边空袭出现。不过共军唔但透过军事行动对台湾施压，嘛持续透过渗透手段，要得到咱方机密资料。地属强谍案一直出现。桃园警办强谍案有功的树林宪兵队内部原有3个人涉案，唔但泄露国防机密，佮提5000支敌对的人，穿军服翕家己效忠中国的导航影片。互同一个组织吸收的还有3个飞弹快艇作战部队的人员，其中1个人互5000支伫基隆海军威海营区出现。桃园总统府是为实，原有一个宪兵互人吸收，2月底拢已经互判刑。在24条就是说，对敌人为效忠之表示的话，就会在陆海空军刑法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规范。国立雄讲对这个官兵不当行为感觉遗憾，因等于是对国家不忠，嘛强调陆海空军官刑法修正草案已经送行政院审议，未来对敌人宣誓效忠会有更加明确规范。不过强谍案唔但伫军中出现，伫反映外交部也陆续传出有人牵涉在内，引起各界注意。原来在勾结的，养了一窝共匪的，这是民进党自己。目前军人的渗透相关的大部分都是透过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几乎清一色都是退将。因为最近民进党为党部立委办公室到行政单位等，拢有传出牵涉到强谍案。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对强谍案表态。杜英泰15讲，中国统战对台湾是上大威胁，嘛话讲地方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唔通暧昧不清楚。地方政府也应该有这样的体认，不要非常的暧昧不清。该有自己国格的时候，地方政府也要共同负起这样的责任。杜英泰表示，针对总统赖清德伫国安高层会议提出17项因应策略加措施，行政院已经开始进行建议。所有法制化需要工程，爱全力防止强军渗透。记者综合报道。立委吴思瑶和吴派一个罢免团体涉嫌造假，昨去互台北地检署约谈。今仔日新北地检署嘛去约谈罢免立委苏巧慧、吴基明、张宏禄甲李坤城的代表人和调集人。检方阁去敲国民党伫咧三重埔和邦桥的党部，上无约谈10外人。若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伊批评司法的算总效，侵害百姓公民权。带走的是什么资料？是出问题的联署书吗？对国民党三重埔党部提走贵箱的资料，调查官阁甲区党部执行长罗大武等人带回去。今天来搜索的吗？国民党邦桥的党部也是敲锁地点，区党部的主任谢庆仁等人也同款互检调带回去。来送那个联署本件是不是？新北地检署15发动敲锁，直接到南营真济区的党部，也分真济路来约谈。罢免立委苏巧慧的领衔人谭振尧、调集人王玉仁。罢免立委吴基明的领衔人李清祥，又有罢免立委张宏禄甲李坤城的领衔人甲调集人，对被告到证人约谈至少10外人。检方被厘清的就是罢免团体，疑似涉嫌死人联署，阁有伪造提议书。第一阶段针对我的补件，联署前死亡的比例竟然高居全国第一，很明显是大规模的伪造。我希望司法查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抄名册的行为。我们已经得到消息，很快的。他们会对台北市党部动手，对台北市党部动手的目的，就是在大罢免。
国民党新北市委员会发声明讲，尊重司法，该查就查，毋过希望司法毋通干那办拿无办了，变做政治工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伫面册发文讲，批评司法算总效的大刀，破坏民众党了后，搁来扑向一般行使公民权的老百姓。我们只要在查对的时候发现有疑似这个伪造的情况，我们都会来进行告发，没有任何差别的对待。中选会向最高检告发，罢免案涉嫌不实的人数统计已经有30多件。为着分别真假，调查局的侦查组柜除了以目睭来看，笔迹敢有合理，也送去鉴识实验室，用科学鉴定笔迹来厘清敢是同一个人冒名抄写造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大理两栋相连的透天厝昨暝着火，火那像是为3楼的铁厝开始烧，厝内拢总6个人，伫咧2楼的人有走出来，毋过住伫3楼的某仔囝就无遐好运啊，因3个人不幸过身，按着着火的原因，要搁爱调查。大火烧甲真猛，消防队员赶紧布水线来灌救。台中市大理区中兴路一位民体，15号半暝0点左右发生火警，现场是2户联动的透天，开始火窜出来的。哦，所以你们是有看到有火出来这样？对，然后也是，然后就马上打119。火势真紧，伫咧30分钟左右爆发。不过3楼发现一位大人甲2名儿童的遗体。警消表示，2户拢是共一位厝主。火灾当时伊无咧厝的，住伫咧2楼的厝主阿公、阿姐、阿姑拢家己逃出来。死者是厝主26岁的女朋友，也佮有伊甲前夫所生的5岁、7岁查某囝。母女3个人是未赴逃生。立即布线以及路线的搜索抢救。那在抢救当中，其中有一户在3楼的后侧发现3名罹难者，是3位女生，1大2小。民体头前已经抽封锁线，透天是2楼装造建筑，3楼是砍铁皮。附近的厝边讲起火点疑似就伫咧3楼。厝主一家伙仔平常时甲厝边头尾感情真好，火警发生到现在，依然感觉真着惊。有听到蹦蹦蹦蹦，那玻璃好像忍受热胀这样子爆炸。你看下面都是玻璃呀。我们这样，我们不敢出去看，我怕会就危险啊。我们先主要把这些机车什么都移掉这样子啊。警方监视人员也有消防火调人员伫咧火场来回巡看，后续会厘清起火的原因，而且保车台中地检署办理司法相验。公视新闻台中报道。医学美容甲保养是愈来愈普遍啊，不过就爱家己注意，这敢有安全？北部有一个40多岁女性伫咧网络买美容社，请店头家来甲注射，煞注一个肉毒杆菌中毒，送去家互病房插管，落尾家己开22万注解毒蛇，毋若去倒了，未来可能阁会留白尾。伫网络顶悬，黑白马美容针爱设置有可能的中毒无名。疾管署15公布今年第1例医院性肉毒杆菌中毒的个案，是北部40多岁的女性。伊伫3月后半个月伫网络买肉毒杆菌的毒素，买价阁去因兜替伊注射。无想到3天后，伊开始出现无啥会当吞物件的症头，去病院了后就插管，而且使用呼吸器来治疗。虽然血清含大便的采检结果是阴性，但照流行病学研判是真有可能的病例。不过在申请自费22万6使用肉毒杆菌抗毒素治疗，已经北港转一般病房。目前的状况是有改善了，已经没有呼吸困难的情形了。那不过他的这个肌肉无力的症状还没有完全的缓解。疾管署表示讲，肉毒杆菌的中毒是第4类的法定传染病。过去国内案例大多数拢是食处理不当，也是保存不当生的物件造成。医院性肉毒杆菌中毒是因为美容还是医疗用途，认为甲注射引起中毒，会出现包括感觉真忝、机体无力、才神经学的症头。2019年以来，国内加起来有8例医院性肉毒杆菌中毒的疑似个案，拢和医学美容有关系。虽然国际文献还未出现讲注美容针死亡的案例，但嘛是可能会留病尾。顺利好转的话，也不排除有可能有后续的一些，像是仍然会有一些呼吸道疾病，或者是全身肌肉无力，需要长期做复健的一些后遗症。疾管署强调，个案注肉毒杆菌毒素的过程有可能违法，卫生局当在对查买家含药品的来源，警方嘛当立案调查。食药署指出讲，目前咱国核准的肉毒杆菌毒素有7张药品许可证，拢是医师处方药品，若是无经过许可，家己输入假药啊，还是禁药啊，照药事法会当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阁会当做伙罚新台币1亿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所以现在像我们这样。Trump 政府禁止反犹太，尤其是针对校园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
政府要求学校都要审查国际学生改变招生的定数，不过唔是逐间学校拢在信道。哈佛大学就讲啊，政党袂使插手校园治理，坚持唔配合，所以教育部就宣布要取消哈佛大学美金22亿的补助款，下代票712亿。哈佛大学的校长亚伦贾博则是向全体师生发布一张公开信，标题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承诺。贾博表示，接到联邦教育部要求，这要求威胁到私人机构拍拼追求生产甲传播知识的价值。无论是倒一个政党落权，政府拢无应该下令私人的学府，啥物会当教，啥人会当录取，也是聘用，还阁有会当做倒一寡领域的研究。伊进一步指出，政府的做法已经侵害到哈佛享受的宪法第1修正案，也有1964年民权法案的权利。贾博表示，会以哈佛的校训拉丁文的 Veritas， 也就是真理为指引，面对未来的挑战。寻求真理是永远未结束的旅程，必须要以开放的态度面对新资讯甲无同的观点，一直来看自我的信念，并且随时做好准备来改变家己的想法。联邦教育部接到哈佛的回应了后，当天遂宣布冻结哈佛的22亿美金的联邦补助款，也有6000万美金的合约金。教育部透过声明表示，最近几年校园种种干扰学习的代志，骚扰犹太学生的行为，拢是袂当接受的。中央大学即阵应该重视问题，若真想要继续得到百姓的支持，就应该拍拼进行有意义的改变。哈佛、哥伦比亚、西北、密西根、塔夫州等60间美国的高等学府，顶个月拢接到川普当局的批信，要求因遵守联邦的指导方针，亲像检举不满美国价值的学生，并且政府核准的外部机构审查帮助反犹太骚扰的计划甲部门，对过去2年捌参与校园示威的学生进行纪律的处分，也有停止多元平等包容的政策甲计划。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哈佛分会顶礼拜就对川普政府审查予学校共卖90亿美金的联邦合约甲补助的代志，向波士顿联邦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当局想要破坏学术自由甲言论自由。川普干涉到学术自由，大大减少联邦补助金的做法，恐惊对美国这侪年以来伫国际学术研究的领先地位造成无法度挽救的伤害。去年期间一份对1200多名的科学家所做的民调显示，有75.3%的受访者当考虑离开美国。欧洲甲加拿大是因选举大优先选择，也若法国、荷兰、德国等真侪欧洲国家，佮有加拿大的高等学府，也拢用真好的条件去引优秀的美国人才去教册。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并且母公司 Meta 伫咧 Trump 顶会做总统2020年的时阵，因为 Meta 甲 Instagram 和 WhatsApp 这2个社群平台买落来，就去互政府指控因高占市场规划盘。这项案件伫咧华府开庭审理 ，Meta 执行长嘛亲身出庭。未来 Meta 若互裁定违法，这2个平台就要卖互别人。深色西装穿空色领大Meta执行长萨克伯格，美当时间14伫华府出庭作证，伊面对是美国联邦政府专门对科技头人反毒检调查的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Meta Platforms is facing what might be the biggest legal challenge in its history. 这个伫2020年，川普头一个总统任期就提出的法律诉讼案件，是针对 Meta 伫2012年甲2014年开90亿美金评估 Instagram 甲 WhatsApp 的行为。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指控，评估了后的 Meta 伫市场上大，差不多无对手。Meta 的法务长是应讲 ，FTC 是伫合作科技投资，因评估是为了创新，甲提升用户的体验。FTC 阁引用萨克伯格过去的内部邮件讲，伊捌表示，评估 Instagram 是为了排除可能的竞争对手。搁再讲，市场除了 Snapchat， 伫甲亲友分享内容的平台无替代选项，认定 Meta 独占。Only a few companies like Snapchat are considered rivals. Meta is saying that their rivals include YouTube and TikTok and even Apple's iMessage. 这项庭审预定进行到7月，若是联邦贸易委员会胜诉，会进入第2阶段听证。若做到尾啊 ，Meta 也是去人认定独占市场，伊爱被逼卖 Instagram 加 WhatsApp， 安尼 Meta 的营收就会差真济。So Meta would only have basically it's Facebook and AI business. This would be a huge blow for Meta because it's estimated that about 50% of its advertising revenue comes from Instagram.
Meta 这个案件不只有市场的指标意义，是美国政府对科技偷人的独占调查。另外，还有亚马逊、苹果加 Google 等伫进行。另外，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15号针对 Google 伫日本的安卓手机等强装家己的应用程式，各百度竞争超出严禁的独占行为，发布百度措施的命令，各要求限期改善。这原来是日本头一届对独占市场的美国科技偷人开刀。公司新闻按日文编译。来看日本面对人口老化和少子化危机。根据日本总部省公布的数据，日本去年的总人口数仅1亿2380万，创下上少纪录。人口数是连续14年的减少。若搁甲外国人排除卖算，这2024年的总人口是比前一年减89万。不过，规个日本47个地区当中，仅首都圈的东京和基约的人口算是有咧增加。这也代表人口集中伫咧城市的问题是愈来愈明显。使用者要出门，就要靠带路狗或者是土瓜仔，若即阵 AI 嘛会当倒带路啊。来看中国科学家甲 AI 目镜和 AI 软体结合，这使用者挂这目镜，伊就会当甲面头前的物件转做声音，提醒因就爱设置。这个是从查某囡仔挂 AI 目镜出门，若成功避免弄到条啊。面对乱停伫人行道的脚踏车，嘛会当亲像一般人共款驶过。伊是安怎做甲到的咧？原来是中国科学家利用 Google AI 目镜有摄影功能的特性，甲得到的影像数据，连到小型电脑的演算软体，再个将所得到的障碍物消息，透过大地皮肤的感测装置，用声音传到视障者的耳仔，安尼就会当互视障者若亲像中见光明。Actually, we only need to know on the side whether there's obstacle or not. Yeah, just to make sure it's safe. 研究人员指出，大地皮肤的感测装置，敢0.1至0.2毫米高，重量正轻搁真 Q， 是一种组合物做的。这项研究希望进一步把 AI 目镜变做更较细的稳型目镜，互视障者的外口看起来就甲一般人同款。Yeah, we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maybe we can get a very small camera, something like the contact lens, right? If we make the camera on the contact lens, okay, we put it in the eyes. Nobody will tell these people is blind, right? 第2014年度，英国科学家开始研究安怎互 Google 目镜用伫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即马扩大应用伫视障者，代表因会当进一步免用拐啊，还是导盲犬的辅助，家己一个人行路。Developing smart glasses with a view to feeding information to a blind person is a real step forward in terms of both navigation and I guess independence. 目前全球有关医疗穿戴式装置的市场正快速扩张，协助视障者的 AI 目镜也甲相关装置，会当讲是视障者一大福音。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芝，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